咁你佛在邊笪地方？惡如使念，欲令某一個眾生，由某一個眾生，都係志在佢開佛之見。咁啊喺邊度啊嘛？你喺邊度又不必去追究佢啦。總之佛在何處何時，呢個為眾生恢復一正佛道啊，嗰件嘢就念念不忘嘅，即係呢個《法華經》裏頭所講嗰啲係個弟子講嘅，唔係佛講嘅。個弟子講就四大阿羅漢，四大弟子講有一個財主仔失蹤咗佢，嗰個財主佬啊就周圍去揾嘅，揾亦都不容易揾得佢到，揾咗50年咁耐咯，佢個仔啊自自然然就會到來，老豆就認到佢，佢就認到老豆啊，佢離老豆幾十年點知道有呢件事咧，就冇一個老豆個觀念，但是個老豆啊，自從失咗佢，就係過一日唔見咗個仔起，一定要揾翻個仔就得噶。咁去邊處揾咧？叫佢嚟揾啊！父子背馳，一個走東，一個走西，當然是揾唔到咁容易啦嘛。揾唔到啊，都係要揾到疲倦嗰陣嘅啦，就在一個地方停止咗去做立舍集，喺嗰次經營，喺嗰次結交，喺嗰次另起爐灶去做佢個事業。佢又帶咗好多錢，好多寶物起，喺嗰次之搞一場，搞咗幾十年，收尾佢個仔就嚟到啦，哎呀，歡喜咯喎，歡喜係歡喜啊，就未曾達到自己個目的，自己個目的點樣呢？志在個仔接受佢個身家寶物，呢個就係目的嚟嘅，唔係講一見到個仔就算係目的嘅喎，呢啲係接近啫，未講得目的已達啊！你話呢個揾仔嗰個人啊，嗰個緊急個狀態如何呢？呢個心理如何呢？佢志在將上副身家俾佢嘅，將佢嚟譬如佛為眾生出現呢世，即係為菩薩出現呢世。老豆揾仔嘛，佢唔好揾你哋嗰啲閒人啊大把啦，撞眼撞鼻都係咧，因為佢唔係仔啊，菩薩。初時就從佛口生，從佛化身得佛法分啊！可惜呢，佢墮落十法界，可憐啊！可憐你都要揾到佢，就可憐都要有用啊！咁啊慢慢嚟咯，揾到佢就再講係嘛。如果照咁講，佢後來個仔有了知識咯。佢就成副身家俾佢喎，家下講佛遇着眾生，佢是否完全個佛教，完全一成佛之見，加大佢呢？咁就怕冇咁容易嘅，逐漸啦，逐漸一啲同你講，一啲你就可以明了啦，你明了。你呢個就是開佛之見，明呢一點都叫做開佛之見。佛之見即係佛智慧嚟嘅，總要識得。咁啊，是否話所有佛智係咪能對佢講？不論佢領略淺深多少，
總之令佢一點都叫做開佛之見呢，咁又無謂到嘅。你又使乜嘢冚唪唥對佢講，令佢慢慢又得一點兩點，使乜咁巴閉？你因住佢嘅力量，佢得一點就得一點，唔得一點就唔得一點，得多又即管得，呢個觀念嚟嘅。佛啊，對於眾生個一成根本善根啊，佢知道嘅，不論佢親近自己，不論佢親近哪一尊佛，佢都知嘅。不論佢個程度到哪一個地步，佢冚唪唥都知。如果係同佢開佛之見咧，就梗係跟住佢個程度嗰次來嘅。正所謂行了300由旬咯。咁你唔係就喺300由旬嗰次同佢談話咯。你安知係縮咗初起步嗰次嚟同佢談話？你睇佢到邊度嘛？咁就叫做欲令眾生，乃是個佛意嚟嘅。欲令2個字就係個佛意，令乜嘢就為菩薩。為菩薩做乜嘢啫？為菩薩了知佛智啊！好簡單咯，呢句說話啦，係嘛？了知佛智多少都好啦，就可以清淨啦。家下講使得清淨者，又即是令得清淨，又是屬於佛咯。清淨就屬於菩薩啦。你愛令佢清淨就得噶。咁啊，首先愛開佛之見先有清淨噶喎，冇開佛之見點樣清淨啊？呢個冇辦法噶。又點樣叫做清淨呢？個清淨就是對不清淨講。佢一成菩薩在一成地位上就清淨，離開一成地位入了18界就是不清淨。佢自己冇法子擺脫18界不清淨。一定要佛令佢使佢就方能有清淨個目的。咁下頭應該句句都有清淨嗰句說話，佢冇講啊，佢冇講，就是引略喺啫嘛。你開法之見都清淨咯，難道呢個悟佛之見就唔使講清淨，都係屬過一種嘢啊！又講到嗰啲種種個誤解啊，種種誤解就好論盡咯。先講眾生個誤解，誤解眾生二字，佢作為普遍眾生來講，我哋家下講四聖眾生都唔得啊，邊有普遍嘅？如果講普遍個普遍眾生之中裏頭18界有菩薩在內，呢咁樣講普遍可以。地獄裏頭都不幾多菩薩，畜生餓鬼裏頭更多，天人修羅真係不少啦。個四聖裏頭嗱更多咯，即係18界裏頭個一成菩薩嚟嘅，咁就普遍咯。普遍唔係包括一切眾生叫做普遍啊，一切眾生種類裏頭有菩薩可以叫做普遍啊，得嘅，係咁講就得噶。咁令呢一種一成菩薩眾生講開佛之見，佢嘅誤解呢就解呢個開字啊，仍然屬於佛嘅，佛同佢開，你話佛同佢開呢都有一份子個性質在內，佢欲令咯唔係佛，但是正面來講開是傻眾生啊，就係開解嘅啦。你令佢開解，就不至於令佢解錯喎。講係啦，你愛好好地令佢了解就得啊。講個佛之見，在我哋中國人解非常之容易嘅。
嘅。佢講佛知佛見同個眾生個知見就冇嘛彼此差異嘅，唔會一樣嘅。點解呢？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咁佛亦係自己有佛性啊！所有眾生皆有佛性，咪同個係啊！既然是同樂，何以又不能同佛一樣，不能成佛呢？皆因佢自己有好多個障礙障蔽住佢啊！咁就係要佢開咗，我同佢開咗佢啲障蔽嘅嘢，佢個佛知見就露晒出嚟啦。即係佢個佛性就顯露出嚟啦，咁咪同佛一樣咯。佛係為呢件事出世，佢如果係知見露出嚟咯話，咁就不至染於個凡夫境界啦，咁咪清淨咯。我哋中國人解嘅意思係咁樣，佢咁話喎，眾生一定有佛知見，若冇佛知見咯，何以講開呢？又同一個法何以同佢開呢？如果講到呢一句啊，我亦可以講作為一半講，有一成因緣的眾生係有佛知見，有嘅，有罪前啊，佢嗰下忘記嘅咯，你令佢開啊，亦都啱嘅。佢從前修行一成，即是明了多少佛智慧啊！佢知道噶，一到望出去呢，又唔會有呢件事啦。佢冇呢件事嘛，就係同佢開呢個開字，又屬於佛咯。咁講呢，亦有道理。我就係咁講噶啦。佢夾硬話眾生固有，所有眾生皆有，佢就跟住嗰句說話嚟嘅。跟呢個話，釋迦佛初成道時，因耶道明星成等正覺啊。咁就三嘆奇哉，大地眾生皆有如來之為德相。佢跟住嗰一句說話嚟嘅，咁就係咯。咁就多唔止話嗰一句嘅。你睇《楞嚴經》講得幾清楚啊，《圓覺經》講得幾清楚啊，幾多經都講得幾清楚啊，咁就係啦。佢就唔知道呢啲講得咁清楚，佛知見即是佛性，人人都有，所有眾生無不有，呢啲邪見嚟噶。點解你作為佢嘅叫做個佛性成佛又係佢呢？邊度都咁巴閉？呢一種嘢啊，一定放棄。你唔放棄，想學佛教啊，都幾難下嘅，相當難啊！嗰件嘢啊，講起嚟，人人都係咁樣講。我話人在對上不久，有一個人300多年呢，明朝尾嘅嗰一位蓮池大師啊。蓮池大師有幾句說話講得好清楚啦，佢講得好切實啦。佢講乜嘢呢？佢講法出世，時時都是令眾生開佛知見。所講的50年法或49年法，都是為眾生開佛知見。佢嗰個為字呢，同我哋講個為就唔同喎。佢即係對眾生開佛知見咁嘅，係啦。佢有10幾句說話去讚嗰位大德受法華經嘅，受法華經啊，即係用針線去受啊，就好噶啦。嗰個人係乜嘢人就不必理佢啦。蓮池大師就去讚佢。做10幾句個偈去讚嘅，嗰10幾句偈點樣講呢？我哋大家聽到就知道佢講乜嘢啦。佢咁話喎，49年間開示佛知見，
得此一毫端，一切塵中現，人皆用筆墨語則針和線，葉葉蓮花生，字字光明遍。心上本無形，即境能轉變。我以不作事，今用思維戰，共結菩提願，永轉空王殿。嗱，呢係14句，這4句下邊所講嘅呢個係一種心性個道理嚟嘅，唔好講佢多話，單單是頭兩句個49年間開示佛之見，即係講釋迦佛成道以後講49年啦。也有人講50年，嗰件事差1年半年呢，就無謂同佢計較。佢話在呢40多年50年啊，自從成佛以後咧，就是為眾生開示佛之見。咁一埋手就是開示佛之見咯。至到講法華經亦是一樣噶啦，開示佛之見。呢個開字啊就屬於佛啦，呢個示就唔使講啦，是屬於佛啦。開示佛之位，佛講到咁好噶開示佛之見，你如果係聽到多少啊都了不得啦。得此一毫端啊，得個頭髮尾咁多。個端即係頭髮尾，你話頭髮頭都得嘅，頭髮尾咁多就好大個好處咯。一切塵中現啊，一切塵中即係一切世界都可以現其身，咁大利益嘅。讚呢個受經嘅人啊，人家用筆墨寫嘅，你又唔係，你即係用針和線，用針同個線去繡佢。嗱，呢件事值得我讚佢嘅喎，我讚佢，因為佢大有開佛之見，佢智慧啊，受到個經落，因為個經係法華經嚟啊，就叫做葉葉蓮花生啊，字字光明遍。葉葉即是一篇一篇啊，一篇一篇就生蓮花嚟噶啦。每逢受一個字啊，每一個字皆是大光明普遍無量世界啊。佢呢個讚美佢嘅就好有道理咁樣嘅。佢講乜嘢可以見得話葉葉蓮花生，字字光明遍呢？因為個心啊，心上本無形嘅，如果意象有相當個乜嘢境呢，亦可以現，即境能轉變。心上就無形嘅，可以轉為有形。你嗰下受經啊，真係葉葉蓮花生，字字光明遍咯，就係你個心境嚟啦。真係大地無寸土啊，為是一心做啊。若人識得心，大地就無寸土喎。係咧，我話你得此一毫端啊，就一切塵中現，我就係咁樣講啊。呢個心境嚟嘅，眾生咧唔係啦，佢未有呢個因緣啦，未有因緣，佢就現不出嗰啲好境。個心上是無形嘅，你遇着一個好境啊，佢就轉你個心變成好噶啦，真能轉變，佢咁解嘅。嗰下佢就話呢個蓮花經呢，就是發起個心大作用，心是無形嘅，你冇一樣嘢就了佢唔起嘅噃。你嗰下受法華經呢就好啦，照咁樣講啊，亦都唔係幾妥當。你話49年間開示佛之見啊嘛，就講乜嘢都好啦，都係佛之見啊，句句亦都係心上嚟噶，都係可以轉變啊。
何必一定是發發經做乜呢？49年間隨便執哪一句都得㗎啦。照你話個得此一毫端，一切塵中現啊嘛。你話㗎嘛？你話幾好啊？處處都啱嘅。有乜嘢一定叫做發發經呢？你讚發發經啊，就是讚一切經，無所謂，單單是發發經開佛之見。49年中處處開佛之見，所有聞法者一日都是開佛之見，係呢個道理嚟嘅喎。然後咧就講我今日讚你個作用，我以不為是。本來我是宣傳發發經嘅，家下亦都唔講得咁多咯，我就寫埋呢幾句偈，係用筆嚟代個攝嘅，唔使講都得噶啦。後來啲人睇見我嗰10幾句個偈啊，即時聽我講咧，今用詩為薦，家下就用呢個偈狀，即薦你，即係介紹你知道佛之見，共結菩提緣。你邊一個讀我嗰2句話咧，呢個菩提緣就結到啦。個永轉空王殿，空王殿即是佛殿嚟嘅，永遠喺個佛殿一次打滾轉大法輪咯。呢個蓮池大師一片個恭敬心、讚歎心，一來又是讚發發經，讚嗰個受者，實在唔係單讚發發經嘅。你49年所講嘅未必句句係發發經啊嘛，雖然唔係句句係發發經話，實在即是發發經，開始佛之見都冇。你話前後嗰啲人啊幾糊塗啊？呢一種糊塗叫做冇人有噶啦，從前以來冚唪唥都係一樣啦，唔係自蓮池大師噶喎。不過我家下拎蓮池大師出嚟講一講啊，呢啲就係最顯明嘅，呢種嘢冇乜隱瞞噶啦。講佢嘅意思咧就話佛出世為乜嘢呢？講係為開佛之見嘛。我哋釋迦佛出世亦係一樣啊。咁啊，自從出世以後啦，唔係就係令眾生開佛之見。你聽到一句啊，就幾好噶啦，得此一毫端，一切塵中現咯。佢啲咁樣個見解啊，都好慘啊！佢又聽到個經裏頭講，聞此發發經，一句一偈，皆當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啊！佢又怕得咗呢一句拎嚟用啦，得此一毫端，一切塵中現。何況成部經去寫，何況成部經去受佢，真係葉葉蓮花山，字字光明遍啦。呢個蓮花同個光明係乜嘢嚟㗎？係個心相轉變嚟嘅，心相本無形，即境能轉變啊嘛！好慘咯！呢件嘢大家我知道，唔係講古時嗰人個錯誤過失啊，唔係咁樣啊，免得我哋去跟到前人落水啊！佢落水我就落水，前車可鑑啊！佢出軌我哋又出軌啦，講就切切不可。一定我知道古時啲人嗰啲糊塗處，咁啊自己就不至於糊塗啦，係咁啊！呢件嘢啊，亦講之不了嘅。如果係將古人嗰啲糊塗嘢搬出嚟講呢，老實講，你都要買住100幾成包米雞呢啲，好好地慢慢嚟煲。